就在蓝队绝望的最后时刻，赖明伟特地准备了一个惊喜。我有灵感，你有灵感吗？我们今天要找的人就在这里，是吗？哎，这位同学，这位曾经跟我一起参加同个歌唱比赛。好吗？是吗？对对对。哎，你有买辣椒香肉吗？对对，拿出来。有。你真的很厉害。我很喜欢吃这个，拿出来。因为在一般市场它真的很难遇到。好了，等一下，不是，这像什么青椒什么？青椒香肉拿到了 ，OK， 打扰了。走了，管他会不会唱歌，走了。好了，这个还是要留着。了解吗？不会，大家可以分享。就是你一起曾经对，我以前在民歌餐厅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有办一个民歌比赛。对，那时候我们有一起比赛，所以我当时就知道他怎么会唱。赖明伟为了协助蓝队，特地锁定了老战友罗宾的位置，让他直接参与蓝队的选秀。那 OK 了，这个明伟推荐的，这个不要啰嗦了，一定没有问题。哦，歌神，请上车。完成协助任务的赖明伟，因为还有其他行程，必须先行离开。你好，罗宾，哇，这个是赖明伟强力推荐的。对啊，之前有参加过比赛。对，但是我们不会这么轻易的就，哎呦，怎么样？就让你过关。对，我们还是要听一下。告诉我你想唱什么歌？我想唱陈势安的歌曲《势在必行》。我以为我已经累了，无法再挥动没有目标的翅膀。我试着飞越那扇窗，温度却让身体再次感到很沮丧。我微笑不是假装，我追是因为渴望。我奋不顾身奔向每一道阳光。我跌倒是种成长，我哭是一种释放。我存在不是假象，我不管我倔强，为爱付出疯狂，为梦受一点伤，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，为执着很重的妆，为你说了点谎，别说我一直找不到方向，在为爱付出疯狂，为梦受一点伤，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，为执着很重的妆，为你说了点谎，为别人看我无限目光，昂首飞翔。You got it。哎，你是有反差的人呢，有没有？看不出来，看你的外表不知道你以为会这么会唱唱。这种静静的，然后文青的，比如说小情歌啊那一类，可是选势在必行就已经有点疯狂了。这是你的优势。对，选歌很重要。对，恭喜你过关。耶！太高兴了，谢谢。过关，获得我们的这个候选资格。